平台2个参看平台主音的朋友，观众还大家好，我是王兰，欢迎收看今朝的我们平台精品。这期节目呢，现在为大家播出的是云飞神针艺个人专艺艺高平台名家胡国良先生。胡国良先生是1943年出生，60年开进上海市人民平台团学馆，随后师从前辈台视名家杨炳奎、严锡林学识传统长篇台词、大红版、搭杨乃武的3把菜。历史边基本功扎实，完全擅长弹唱年代，潜心钻研，哪怕是年代风格的同时呢，也丰富着唱腔的表现力。首先，请大家来欣赏一段。开篇分展观，辣创作过程当中，胡国良反复的推敲，拿整个作品呢分成3段，辣前的3段的编唱当中，用朴实的年代表达；辣第2段抒情的弹唱中，有年代搭神代、年抛离魂代，甚至为京腔，搿场有起有伏，听来是引人入胜。明月上清辉，月淡风轻推滚海。山衣妹妹乃是梦，偶尔云心中起波来，横杀兵万佛道士，民不两生都是难，山海中2把手浪飞。我的父11季军扎彩虹，却在满门血斑斑。我是孤身特到营带，这就那记得黄兵3万，保住先把力气还，哪顾得千里风霜飞送山。不料那一副瓦影头用，将我走这兵王设下了龙山招关，说此非缘难，因与那东高公勾搭你让将我去，三他有相侣皮厚在。青天观音匆匆过，渔夫两侧鼓掌关。
见天随飞，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，叭叭啊！听那小驴一把三公菜，我好比上空狗一落，将龙滚沙滩，鱼儿腾飞西下走这两半。一人莫走进台，来，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，叭叭叭叭，啊呀！欲闻思今宫，松松有绿真经看，大水平有宝，牛尾水，空为壮志，后世为。月西人下心神，经济敏感，可头跟上。是才人啦，对手双手手兵没，书法不用马根，壮士登上老年山，那东高公。当时苗起上山来，方得还有王夫那，他与欧云密码同样般，两人。东把一惊呼，他生自己强奔，王夫那银河上升西大城门口，一家路争取闹一番。我仔细扫雨伞，今日他靠近故里关，
步兵，发出工人船，不忘东家，王夫人去山，西去风儿声，在问长官。我国俩船上的上片是杨乃武搭三白菜，伊拉苏州队陆主子20位精品杂志，因此呢 ，CA 搭16位演员搭档，可以称得上是花式搭档中的顶级配置。艾迪合作在当中呢，既有授意杨乃武的银燕子、徐淑娟、朱一鸣、陈立明，也有当时辰光青年演员邵山云、王琴、张丽华等等。原本根本没接触过埃部上片的，但辣辣搿个20位杂志的录制当中，大家侪是认真排练、紧密合作，充分展示五毒各自的艺术才华，为埃部上片增光添色。那么，埃部上片形式相当新颖，实力雄厚，十分珍贵，难以复制。请大家欣赏与侯国亮、余迎春合适的上片台词《杨乃武郎会》。辣演出当中，侯国亮充分展示了银腔公正、韵味浓厚的年炮特色。杨乃武三白菜，今朝日里向演武堂破气四野。这是演部心里清爽个杨乃武有望，所以联合规则布置密室，让男女万人辣辣密室当中相会。中外大人呢，隔壁头听究竟是真是假？杨乃武已经进去密室了，两个女呀，一个叫上夫，一个叫上官。在鱼街里向，拿三白菜打出街了，进衙门的花园过儿童门，抽酒吃回廊，大概打密室门跟随。手机他门嘎噔一开门，关着三白菜进去。不晓得个三白菜抬起头在袋里向一看嘛，哎呀，魂飞魄散。做啥？里向送那个杨乃武辣海哇，害得你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我还有个张面孔进去见你啦，面孔涨红，心叭叭叭叭跳，个不停围住起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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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得这样得出去。两个人要看起来要得哪来事？走了你门里，就得给打个龙门跟随，门旁关上，咕咚一锁，两家的门口头一立，那么三白菜唔得去。该上内花园了，随着这样一扇儿童门，围上一人一扇个女女之辈，哪花得出去？那么个三白菜蹲辣花园里向踱踱走、洗洗走，端子3个秋子，没地方搭，端得该搭酒吃回廊。儿童门搭密室当中酒吃回廊里来个。三白菜辣儿童门过来个第3曲回廊，身体立定，两条臂膊往起用出个定时浪向，哼一刻，家里向3个3个张，身边两个女伢环秋似秋，三白菜动都不动。那么两个女伢没办法噻，大人们你哪个的商量，是这个，你没办法，到里向。拿搿只羊去牵出来，搿只羊在白菜边浪，只要单正搿颗白菜，咩一叫，白菜肯定跟只羊进去。阿来试试看啊！一个女伢看了三白菜么，还有个女伢到里向来亲杨乃武。搿么杨乃武哪哈呢？杨乃武进密室上有子。你聪明，一打进密室，一看爬上，山高像一个兴旺，当中一座钻石，2副板块，2把手段，你晓得，今朝大人用的密室相会之计，看我还有办法，叫三白菜吐露真定。哦，心里想稍微定点啊，看上去今朝还有文明的希望。咁么等些三白菜来起来，我哪样子对你讲呢？还能用硬弓，
跑进来，扎打一把扎楼，苍苍两记耳光。那个时辰啊，我杨乃武对你不过，你恩将仇报啊！凶手杀人，你打我告，不来，这个样子了，三八菜一讲不讲。咁么用后宫，三八菜进来，我袋里不落足，出来眼里不见汤汤地。三八菜啊，你看我苦呢，你就来日讲子吧，还不来。三八菜再多对我两朵眼皮眼了呀，今生今世还难对不是呢？来生来世去马都不，有啥用场？神绝杀断。杨乃武一周年头嘛，有了。今朝不用硬功，不用后功，用神功，不是懒人的人，是古人的人。用一个古人来将三八菜天亮发现，吐露真情，眼里打暗，暗里打暗，暗暗即是。但杨乃武周定年头心里想定着，心里定都比我先吃起来等三八菜，所以一个字是真是阴。嘿嘿，门开，只有三八菜吧。看见个三八菜对自家一望头人啊头出去，晓得脸500面孔见我。搿把要再出去，哦，用不着。今朝有2个女妖了，不怕难不进来。等，不晓得杨乃武等至半日了，三八菜不来，女妖得来着。晓得杨乃武啊，那个新郎人不肯进来，劳动呢大家自家出去听嘛，不要是俺落马子也晓得。杨乃武一听三八菜不肯进来，不能多pin着，天一亮要拉出去杀头的呀，亲然地让我出去听嘛。所以要紧答应一声，是来了。那么杨乃武手上带身，走出密室，拉密室门过来个第三曲回廊，谁定身躯，眼光唰过去一看，三如压力。但是九曲回廊上头，实际在民国等着得上梁，清清爽爽。只看见个三八菜得自家一样，身浪像红缎衫、红裤子，搿拉这个朱红色的亭子，吓得来浑身发抖。杨乃武想好可恶，看见我杨乃武也吓得这个，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晓得你个人，本质并不坏。心思活，你都跟我偷偷虚荣，上把人家个当喊我杨乃武。你喊我杨乃武，你自家有好下人，你明知还要杀对的呀。想得该得，杨乃武倒有几分动人理智。好嘞，恭恭敬敬搭上3块方舟，江江当山，高子上山，对准三八菜。妹，哟，三八菜一听说，非常见我心美呀！哎呀，搿个是你2号的1号的辰光，你都要你得250多辰光见了呀！你的已经鼻子受人了这样，哪会见我心美呢？所以面孔长得羞红么对神的。谁妹，都是费气。若生杨乃武在此公会2句，趁此2人美景，请到里边待谁美呀？我们都你可比大水间，两地相思过去心
分开上路，一直老师样的。这段期间呢，但是不管下一封信，为啥？乃秉子亲在，我甚至家在，私信往来，知道不便，叫男女关系虽不清，别人家要飞刀流山，深言可畏。但是三如真是要信啊，我心里想一直让波啊，还有啥宇宙？一直有一个机会，他乃兄妹两家头同如一室，长谈旧情。今这机会来着呀！今日里得几分用，真有心，你终身为是去世成。代替心，师妹，进来吧。进去啊？我哪还进去呢？总得神大神具不是？啊，不睬我吧？啊，你不认得我啊？我等你来早就认得过。地心山，师妹。你为什么不理不睬？你可曾记得我们当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？哎呦，想你也喊了辰光是，闲话讲是切切关关的了。你现在问我讲罗里一句，我哪晓得了？是不是对你眼睛不是？喏。三更，至今犹在耳中声。我们带去家来，同时死。金色顶山门，当初跟你讲过这样一句闲话，叫不举动身，但举动事。为啥也很？你试试吧，我难过；我试试吧，你伤心。所以两家头一头，嘿嘿，不晓得牙齿风毒个，实在被你讲上。但得明着欧日三克帮夫人上名正地引落地抛响，官头倒响，两口神头同时落地呀。明日迎上下水节，我许你万寿喜事一动人，答应人送走下桥顶。明朝三日杀头，但是我一点也不有。为啥呢？为乃收买而死，叫死得其手，死不足惜。这家牡丹花下死，走官一甘心。我们狼狈与马死去，我等来收买两家头，活辣海辰光分成为夫妻的终身一大以后，那你看上去也得应该去做巨夫妻。虽然做巨夫妻啊，还是桩大事体啊，要商量商量，这个喜事哪哈办法？我要等来总结总结经验教训。为啥个道理？活辣海辰光，有情人不能成酒肉，反目为仇。那么得应该做巨夫妻，两家头要甜甜蜜蜜、恩恩爱爱，自切自家，把头得了。你看看，外头风吹里一句话懒得了，里向男女动动，有酒有菜。谁嘛？
快些到里边来吧。哎呦，像个样的，胃亏是厉害。门家这呀，洗着人家扫对子呀，今朝会看到了无些个呢。少爷的领导们做小家庭了，可是真的讲起来的门家呀，扫对今朝会吃细嘴了哇。哪个你想得出？不过这一想，像个样的，对我们真是厉害。
所以对于带起来给衙内不看看，应如一比较。三脚马上一马不转上3层，咦，啥个道理不转上？鸡呀！你看他一身美腾腾，有时假，有时真十分，口里十分精，倘若对过大天命人，刑部大人也枉费心。那么哪办法呢？用吉祥法。亲家不是吉祥好，但孙妹，你为什么又不肯应罪了？哦，我明白了。莫不是以我情不浪荡子，你们贵人不大随体人。我爷娘会在台北别家个子，那一边我啊，为花子的玉女光棍，那贵人不大随体，可是啊，大家贵人不大随体。我是想人了，对吴师傅的好事也要赤目得的，乃不是巨人，少接少，不大随体，因为不对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莫不是今宵这里东鸡妹，我是疲惫清寂不应将分下大红帖子来请来服务性质。可是啊，哎呦，上一页那个大红帖子叫也是的。又不是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莫不是与西平人都冒失，故而你谁经历不肯人。分派车子来最难，来做些伶仃，最不动着。可是啊，哎呦，我老吃故事呀！大上头人催家子呢，为要送车子了，送不到车子了，我还不吃故事的我。也不对呀！哎呀呀，我养那个猜不透了。倘若不是此中意，
来吧。江阳那对我们真的是厉害。那可能我不肯进去的话，才是在阿对呀，阿对。可在那么强的哪位打我们了？才进去吧。所以对来起来的杨那口口，你就讲，真的快点吧。3寸加7寸，一插正好一双下面布，还有哪一副转子啦？搿条锯齿围了蛮长呀，这两人家说都白得明着天亮，白发真没事个呀。搿么啥个道理？哦，厉害！像我进去以后，打么不打，小兮兮个问你，妹妹啊，我爷娘对你不错啊，你啥个道理恩相随吧？凶手杀人，奸夫杀人，你来着讲，你哪讲法？我说挂不进去，搿么呢？不你吃了定心丸，让你放心。妹妹，你为什么又不肯应走了？你放心受日。今宵不得有往事，其实纵然的心，今宵不得有往自取去行，你快去进来吧。像杨梅无聪明之类聪明，我心里想的上你谁晓得的呢？你也听你说啊，是今宵不得有往事，千岁中上的理性。我不得有往事，这讲固定，咁你不能得有往事提高，你辈子有往事提问我心里也好的呀。既然你不得了，我马上就讲你。所以你来起来对杨梅看看。姐姐，那么真快点吧。去
心深。妹，快许进来吧！我的声声把喜妹称见得孬孬，我嫁不出去，咁哪会叫杨内务随讲的呢？介绍杨内务还有个小人叫随奴。哎哟，搿些辰光两个人也好辰光心情的嘞，一个是水妹，一个是小水狗。那我今朝要嫁，哪嫁不出去？四十年一回。我活不成身，这样的从你对我还不是一个，你两家头也害了个呀。今朝对我好嘛，真的好，我害得你啥人？他是偏于双心，在那里遭罪深一口嘛，哎呀！必是个两不路的法子。蛮快起来得蛮快，眼睛一眨到自家身边。咁么杨内务啊，你来这里说这样的呢？连毛子没说里向进去嘛，是要把这外头根子呢哒哒哒哒进来，呀他盒子，想得你万水动银子。搿只手伸出来毛子里鼻部浪向，抓上去。背出了身躯，语不肯。不过脸上呢，别你让什么些事呢？就像带自己跟什么长大我又不要打我走啊，引去的带得快，真是一顿脏话吃到个，这个养的苦苦，你该见了功来嘛，我脾气不够。还有哪桩事体来呀？得知自家身边人，眼睛一直回得了，然后再过一只点坐到水里向，稍微水一松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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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至非常。哪有会做事的？哦，杨内务晓得，历来紧张，进攻之日，我想得你万水动银，当时我伸出手来打你，你们吓得大出去。
我还没讲得清爽。哎，水妹，你为什么又翻身而走呀？只怕你弄错的了。我不是一颗英勇陈海海，我是创西龙必须生。我们若是大彩梦轻轻扬几步，轻轻何必太多心。我与水妹要为水动言呀。哦，原来猜我给，我想写不跳，那个你们是对是喊的，你心灵太熟。哪敢弄这样子我，跟他分好，再过去我，你就别讲，搞个什么真的例子。一到自家身边，那爷娘阿哥再去彩礼，哦，太平地方。所以为主是来望正密室里向进去，进密室门，啪，洗出身来，把手着着，水妹，进来吧。用极轻的声音带领咱，你那轻轻的。夜深，有人儿忙向市中人，也密室相为路真人们到底那喊我一句听老开篇《白玉丫头》，大家侪晓得是这样的一个经典代表作。今朝呢，现在请大家欣赏的是侯国良用年代来演唱的一只作品。利用年代的旋律为国歌，根据人物特定的环境搭情绪，再融入美术、装点、转音乐点、强烈的元素来丰富年代的表现力。听来基于年代的朴实流畅特点，也有新意。那么，一首开篇侯国良先生呢，曾经唱拨年轻人先生审听的，对他这里的表扬搭肯定。隆咚，黑楼接人兵，月山闭梦月头弯。朔风头上刮，哦咚咚，大鼓有力冷清清，加把月一路花几走。脚步清晰呜呜音，他一个人一盏灯，黑影匆匆跟随。
的病体，他口疾轻。轻恰东归叮当响，有那子就想必满开门，说那而已呀，你们生下海人一担心。我是放心，不像你林姑娘，狗儿得的谁来问娘？他们迎来一大瓶他与这吉他七十100种声，一狗儿家林妹妹，一狗儿把表兄称，他是银翼飞开双轮铃。狗狗老，想我此生病体内忘恨，请你归公子，莫怪我不明神。妹妹呀，你一生随时都为难，你何必呀自己太开心？你们有什么心事尽不说，我与你两人各样心。我求你一日三餐都饮食，我求你一生一天留神。我求你养生先养心，你何必呀自己把为难心？我求你姊妹的言语你不能听，因为他们是假与是真。我求你早早爱些莫一生，你可晓得病中神再不你梦还魂。我求你把
才心啊是都对错，你更不要想去扬州，这就是梦。那得有分意，并的水，圣诞哥哥已与我几人心，心爱主。伤心，为什么只讲对我最关心？他的来句滚滚泪不水，舅舅10天香炉酒，此生太平里。开篇绵玉是侯国良先生的另一首代表作。你是因演参加金陵十二场评弹剑侠音乐会特殊创作的，让其来回顾一下大辰光期待创作那个作品的心得。那么侬绵玉搿个人呢，一个你是女的，另外一个你是有学问的人，再加你是不得志的人。那根据搿能样子的基调，定下来，再用艺调来铺桥。那么侬一定呢，一只开篇要拨人家留下印象呢，那当中必要有一段心意。那么当中有几句物事呢，我觉着可以发挥的。云淡淡月生辉，人在在夜已来。春光何时早盛开，还有意境的。那么既然牛汁牛皮，那么我就用20拉丝辣杨树林歌唱当中有几句新腔，我拿过来画过来的。一家后有姊妹呀名，马氏神空，情意深心事，印象很深。那么我拿搿个几句腔短的，人在在以来画进去，既有艺调的韵味，又有新意，觉着是一只精品。心中莫够百里灯，年年子意盈盈灯，只为与你斗病痛。繁繁相在，他对方虽人在龙吹，他是一路进七星山，天生
几时来？好把手机看看。对，飞鱼菜蛋都有门，青云树木晒得来，却对那祁红公子临相来。手手起针落玉杯，云淡淡，月生辉。神兮兮，一来，清官何时掌声？是吹完的，心莫不得一番。云居月美小手会，一手谁知江山。时空未必是心若在难为，灭公必见是女儿。心有一马生死路，我梦经常所痴呆，痛恨江东生得意。手拿一部早酒来，口里他流落风声，好消息。不迷于心为，还是否要把牛在头中美。白曼女必打水印是一曲年抛神殿的代表作，表达指杨白兰得知心爱的囡恩喜儿，也得王世成屋里向去祭灶的辰光，百分尴尬的心情。那我哥俩辣辣演绎的辰光，接下的掌握子最为之加强一个作品感受力，是采用之精打慢唱的手法，甚至采用之三息停顿，显得是张弛有度。声音当中呢，还导致一点点苍烂粗犷，搭档之的扩音，突出之人物的形象的情感。
杨八了，听见某人只讲为父吃枣，我自家能喜送得给他来抵账，真良心体一个霹雳，少东家不能啊！上帝为养我女儿泪滴丈，否则进门容易出门想地之人家，心很多狼心。少东家，我一生寄予这情深雨，父女相依分不开，万万不能答应啊！应放的发慈悲，王家今日把守门开，他是体乱家家哈当空，虽是铁打的心让衣裳白。一个儿伤心，一个儿想，他们愿意安排着强机关，定呀昔日大刺激来。王冠富贵营是2010年创作的粤语部长片，其中呢有一段戏曲界观音词人非常有特色，因为是女角色唱的，所以呢也用三嗓子来唱。我姑娘拉唱的辰光呢，拿西洋的这个旋律用的是现代唱腔当中，特别是下半段的离魂，更加体现年抛艺术的创新精神。从三言的定音、弹法到唱腔的旋律，完全是别具一格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见观音，这让王魁一封书使么悲痛欲绝，感得海人民也就海人无萨达里做去，艺术目的有啥用？观音海人民亮出来，
到旁边松树林里向自家养个文字嘛，好到痛苦。搿些辰光天一眼眼了压下来，风雨哗，观音祖娘不生了，死路一条。身浪向个后颈扛下来，望正松树浪向一股么为还有一个结，预备了给打上吊事情。弟弟呀，弟弟，玉儿被万姓十字万亏，害得上天佛老实地佛门，这也死得了。可头根上痛头问，一千有恨是否门。想怒毕竟长门雨，被人欺负被人亲，有人海底风去身。生死偏临在女口，一日否去口永生。恨伤万亏无情意，你许人逼足了狠心生。否以心太多原谅新人去举人。生不爱伤心，搿些辰光，天浪向一亮一亮，呼隆，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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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雨交加。观音两只手往这后颈浪向搭了。头往正秋秋里向踏进去，万亏啊万亏！我生不能杀儿之说，四大阴宅化作厉鬼，也要结儿之问天。借风光，
生啊。托得归隐三月头。死去为闻有夜山听提佛楼，口里是地地佛。一个人为啥要死？我那个要有补嘛，不补嘛，只能死。生生得此西满人，面面相问，只得风雨明。一缕香闻，古道今中无足望。